爛尾到依家，咁依家攞出嚟賣，會唔會交唔到樓？即係合同上面係寫就係今年嘅年底交樓。我哋嘅網簽合同就係寫呢個時間咯。政府要肯定我哋要交樓嘅。身後呢個拱北樓盤啊，停工爛尾將近成4年嘅時間。嗱，如果你係澳門嘅朋友咧，最近應該係幾多中介咧會推薦我身後呢個拱北樓盤俾你哋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到拱北嘅富力新天地呢度啦，做一期全方位嘅測評。咁聽講咧，呢個樓盤啊已經有國企注入資金㗎啦。咁但係咧，畢竟佢係出過事爛過尾㗎嘛，又停過工，咁所以咧，準備入手嘅朋友咧，先冇急，建議咧你睇完我呢條視頻咧先做決定嘅。咁呢期視頻咧，我哋唔吹，我哋唔黑，咁因為咧我都希望啊俾到大家最真實嘅解讀嘅。咁咧我已經約咗發展商嘅高層啦，我哋一齊現場了解下呢個住宅單位到底可唔可以買。Let's go。江經理，對，然後呢，我們項目的話就是叫富力新天地，開發商是富力的。那我們這個項目的話呢，是我們在珠海開發的第3個項目。之前那2個項目是什麼？之前的話呢，是我們的一個富力中心，是我們的寫字樓，也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就橫琴那邊的。對，還有一個保稅區的一個綜合體項目。富力優派。對，富力優派。這個是第3個。對，我們是做一個綜合體，涵蓋的業態是有我們的一個公寓、寫字樓跟住宅的。那我們項目是分3棟樓去開發，以及我們下面底下的1到4樓的商業。那我們商業的話呢，是有3個平方的，全部都是由我們富力自持去運營管理的。然後小區還配套了2個空中花園，還有我們的一個住宅的5樓。公寓5樓的空中花園是做一個休閒區的。公寓5樓就是花園。對，住宅5樓也是花園，是一個泳池。然後下工程那邊，到時候那邊也會做會所的，有泳池。所以我哋嘅空中花園呢個度咧，就針對業主去使用嘅。空中花園就係公寓還公寓嘅花園，住宅還住宅嘅花園。住宅嘅花園咧就有泳池。可以問2個問題嘛？可以啊。即係。因為我21年咧已經過咗嚟啦，咁之後咧就一直停工喎，一直爛尾到依家，咁依家攞出嚟賣，會唔會交唔到樓？我哋依家3棟樓啊嘛，我哋 A 棟咧已經係23年9月份已經交付噶啦，咁我哋咧住宅呢邊咧係之前一直有啲問題啊嘛，但係依家已經全部解決咗。咁注意係呢幾個方面啦，第一個咧我哋呢個富力新天地係成個珠海市名單項目。即係我哋政府要補交樓嘅項目，通過政府牽頭啦，咁有一間國企幫我哋注資起樓嘅。咁我從舊年開始咧施緊工啊嘛，咁我哋外牆已經全部搞好咗噶啦，因為搞緊裏邊嘅裝修。幾時交樓啊？即係今年嘅1、2、3年。即係合同上面係寫就係今年嘅年底交樓。我哋嘅網簽合同就係寫呢個時間咯。即係依家都係搞緊室內嘅裝修。冇錯冇錯。咁依家賣嘅產品係點樣咧？我哋 B 棟咧就一棟樓2個單元嘅，分1單元嘅3梯5戶到2單元嘅2梯4戶。1單元嘅3梯5戶，2單元就2梯4戶。佢其實就係一棟樓跟住分2個單元。冇錯，同一個大堂。咁即係我睇佢本身佢1至4樓都係商場，5樓就係空中花園加工層會做會所嘅。我哋實際上係從10樓開始往上買嘅。即係最低都係從10樓開始。冇錯。總高係38。係。咁即係賣10樓到38之間就總共係28層嘅啫。咁啊最低都係10層喎，咁就唔存在2、3樓啊嗰啲嘢。係啊，即係景觀啊都差都唔會差到去邊啦。10樓係啊，而且我哋下面底商啊嘛。咁我比普通嘅住宅會高啲嘅。其實依家係邊個國企注資啊？紅寶石。紅寶石佢哋係做咩㗎？都係做於工程方。珠海國企。咁啊 B 棟嘅話，依家係賣緊咩戶型啊？我就有8個戶型嘅，住係91、92、93係2房嘅，均價咧係21000到22000。咁3房咧係120到126嘅，均價就係24000到25000啦。呢個係3房嘅，全部都向南嘅。咁4房咧分2個戶型嘅，一個142向北面嘅，咁呢套向北嘅單價就平啲，大概係21000到22000。即係向翻我哋依家呢邊向板張山咯。向板張山就呢個戶型咯。142 4房。142 4房。仲有個149向南嘅4房，24000到25000。冇錯，東南同西南。反正向呢邊向南面嘅訂價都會高啲。反正總體就係9平方到170嘅2房到5房。即係細面積嘅話就2萬或者2萬以內都買得到。冇錯。使用率嘅話會有幾多？75。我哋綜合體啊嘛。咁我哋享受嘅就係我哋樓下嘅配套，交通配套、商業配套係成個拱北最成熟噶嘛。相當於咧，你使用率係唔高，但係咧用佢嘅單價優勢嚟彌補翻呢個缺點咯。冇錯。依家就寫字樓呢度咧，我頭先喺出邊睇過，即係公寓咧係確實都已經交咗噶啦。咁呢個住宅嘅話咧，佢外立面咧已經整好，就係喺度內部裝修啊。咁寫字樓咧可能就遲啲啦。咁佢啲商業體系大概係幾時會運營咧？我哋商業咧係同住宅一齊，即係我哋住宅交樓之後咧，會同步啟動嗰個招商。咁最遲係明年嘅6月份咧，會全部開放經營㗎啦。其實你覺得呢個樓盤會最大嘅賣點係點啊？地段咯，
地面同埋配套，係同埋我哋依家2房嘅總價，呢個係比較大嘅優勢。我依家做3房，即係我哋依家改善型啊，即係我講，即係你依家超過300萬嘅，其實珠海邊度都可以睇嘅。但係2房嘅選擇就好少，相對比較少。佢本身就係屬於拱北啦。第二個佢本身佢樓下嘅配套，呢度咧本身就係商業隔離金力灣啊、富華里啊，包括九洲道，即係包括各圍，但係咧都係一個完整嘅中式嘅商業係咪一齊噶嘛？即係你好似呢邊行街啊，唔中意行嗰邊，行個馬路過去得啦，係咪？不過喺拱北咧就唔使話擔心其他啲咩配套問題啦，都係最成熟噶啦。係交通啊、商業呢啲肯定唔使擔心嘅。OK 啊，咁我哋上現場嗰度睇一睇啦，我哋。OK。咁啊，依家咧就嚟到富力新天地呢個住宅流動嘅樓下啦，咁啊可以睇到隔離咧就係利騰金力灣嘅商業圈啦，同埋隔離咧就係富華里嘅呢個寫字樓啦。咁啊，衣食住行咧落樓乜都有嘅。呢棟樓咧就係佢嘅 B 棟啦，總層高咧佢係38樓嘅。咁啊1到4樓咧佢都係以呢啲商業為主啦。5樓咧就係小區嘅花園啦，同埋佢嘅泳池嘅。咁我哋依家入去小區大堂嗰度睇下咩環境。小區咧佢一共咧就唔大啦，得一棟樓，咁咧就分咗2個單元嘅。到嚟睇到啊，小區整體大堂咧亦都係非常之市正啦，都係比較乾淨企理啦。挑高咧都有成5米嘅，而且咧都係呢啲管家式嘅服務啦，24小時管家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大堂咧仲配套咗呢啲 sofa 啊，可以俾到業主啊樓下咧都可以進行一個休息嘅。左手邊呢度咧就係3梯5戶嘅呢個1單元啊，面積咧就有90方同埋149平方嘅。呢邊咧就係2單元啦，主打咧就係3房啦同埋4房為主嘅。咁我哋依家咧先上去1單元嗰度現場睇睇。上到嚟呢個電梯間咧，呢度咧就係7樓嘅高度啦。咁啊，佢依家正常賣咧就賣10樓起步到38樓之間嘅。可以見到成個電梯大堂咧，亦都係比較精神嘅。咁啊，一共咧佢係3個電梯啦，有5戶嘅。咁呢個03、04、05呢邊咧都係2房為主啦。咁啊呢邊咧就149平方嘅4房。依家我哋睇緊呢個咧就係1單元嘅。咁啊，整體咧頭先 sales 咧佢都有介紹過啦。咁啊呢度咧確實佢個使用率咧就唔係好高，得7成。咁啊勝在咧佢用單價咧嚟彌補翻佢呢個缺點咁樣啦。咁啊呢度咧亦都係南向啦，就可以望到拱北啊，同埋新葡京啊、澳門塔嘅方向。嗱，大家記住，依家咧我哋影嘅呢個咧高度咧係7樓嘅啫。咁佢係10樓開始賣，所以咧佢樓層越高越靚啦。咁啊呢個126平方咧就係3房2廁嘅。咁啊，再嚟睇下呢個149平方啦。呢度咧就係得佢呢2戶嘅啫。咁啊，3房咧佢同埋4房咧亦都係南向嘅。咁呢個4房咧就149平方啦。到時咧交樓咧佢呢度咧都係做翻一個推拉門俾到你啦。呢個咧係一個外露露台嚟嘅。咁啊，樓下咧就係金力灣嘅商圈啦，隔離咧就係富華里啦。呢度衣食住行咧非常方便啦，一樣都係南向嘅。咁啊，樓下咧亦都有富華里嘅巴士站。咁啊，呢個4房單位咧，佢就係客廳同埋3個房都係向南，有一個房咧就係向北嘅。咁啊，呢個1單元咧，佢就係3梯5戶啦。咁另外，等間我哋去睇嗰個2單元咧，佢就係2梯4戶嘅。咁啊，呢個03、04、05咧，佢都係90零平方嘅2房單位啦。講真啊，佢公攤面積咧確實係比較大。咁但係咧喺拱北嚟講咧，又冇咩新樓可以揀啦。咁啊，呢個咧亦都差唔多等於一個樓梯價咁樣嘅價錢啦，買拱北一個電梯新樓咁樣嘅。咁啊，房間咧亦都算係比較市正啲嘅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咧就去翻1單元嗰度睇下佢另外啲戶型到底係點樣嘅。OK， 咁依家咧我哋就嚟到1棟2單元啦，呢度咧佢就2梯4戶嘅。咁可以睇到啦，電梯間出咗嚟呢度咧就一字排開啦。呢個03嘅話咧就係最細平方嘅呢個2房單位啦。咁咧佢都係帶埋雙露台嘅。咁啊，亦都係整體一個交樓標準啦喺呢度。咁另外咧，其他面積段嘅話咧就120啦、140啦同埋170嘅。呢個120平方咧亦都係交樓標準。呢個向南睇翻澳門方向呢個3房嘅。我睇到佢整體嘅裝修咧亦都比較好嘅。呢個咧就140平方嘅4房嘅。空間咧亦都比較大啦。呢度樓下咧隔離咧就係富華里嗰個公交總站啦。公交站去到拱北嘅話，亦都比較方便。樓下咧就係呢個業主嘅泳池啦，同埋小區嘅花園嘅。整體咧都帶埋中央冷氣啦。睇到所有嘢亦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呢邊咧就01戶型咧就係最大嘅呢個小區，就170平方，亦都係可以做5間房啦。
整體咧亦都係一個單邊位嚟嘅。咁啊單價嚟講咧就折後大概係23,400咁上下啦。咁啊主人房咧就帶埋呢個衣帽間嘅。咁 OK 啦，今日咧就介紹完畢啦，就睇完呢個整體嘅所有戶型啦。如果想要具體嘅每一間房嘅視頻啊，或者係呢個樓盤資料，包括佢嘅測評優點同埋缺點同埋不利因素同埋開發商底價嘅話咧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低拱北新樓呢4個字，我免費發送俾你哋。嗱，咁講真，呢度咧停工咧都有成3年幾嘅時間㗎。呢個樓盤咧到底值唔值得大家入手咧？我個人建議咧係，如果你喺拱北睇嚟睇去好多二手樓睇唔啱嘅情況下咧，但係咧你又想買新樓嘅情況下咧，一定要諗翻好自己嘅一個具體嘅需求啦。咁確實呢度咧離拱北關口咧，亦都係2-3個公交站。另外咧，我係覺得如果你要入手呢個樓盤嘅咧，第一個就係你轉帳咧一定要轉到佢嘅資金監管帳戶啦，因為咧咁樣咧先可以保障到你嘅權益㗎。咁啊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前提嚟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你可唔可以接受得到佢嘅使用率咧係比較低。咁頭先 sales 咧都有講咧，佢嘅使用率咧大概係75%嘅啫。咁啊換言之咧，100平方嘅樓咧套內係75個平方嘅。咁呢個咧亦都係佢一個缺點之一。佢依家仲有係5個月左右咧，亦都係可以交樓㗎啦。咁如果係換咗係你哋嘅話咧，會唔會喺拱北選擇呢個曾經出過事嘅樓盤咧？可以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嘅。咁最後咧，我都係準備咗呢個樓盤嘅具體資料啦、詳細嘅資料啦，包括佢嘅優點、缺點同埋佢嘅不利因素啊，同埋開發商嘅底價嘅，同埋樓盤資料嘅。咁需要了解嘅朋友咧，可以留低拱北新樓4個字，我將詳細嘅資料咧發送俾你哋。OK， 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